莫他啲呀浪啊聽啊，話通啊莫通啊啲呀浪啊冇啊聽，你查明啊我問啊聽啊，我是我用，我也知啱夢啊已醒。你十浪啊過我怕你見啊聽啊！你是郭小玉啊？聽啊先，你識台就不談添寫之字，主命係正事，何以不現正貨？分明是一派啊和言啊！一般無王女，通喪啊劫後。海棠啊冇成地，天啊堂，哎呀放下光啊放下鏡啊，出聲啊台，哎呀咪嘢不聲啊聽，那日要失去了夫家聲。他也不，我都識月也不相啊贏。出身名門，經有家難飯，小玉又如何認識十郎啊？哎呀嗱，神啊事啊有啊天啊聽啊！呀，聽啊心啊亂啊我嘛話，下馬開推破啊也下馬傾啊，口啊不衰難對人啊，下傾啊拉一下那望啊，我也冇話你話數啊語，咪啊學要啊馬啊勁你是郎情切一見傾心，如何有輕於離別呢？一下跳，風下雲，打於啊和呀，推一拖呀愛，一分啊命啊，他馬分亂啊定，十郎去了幾年呢？多呀啊嗱，兩下到啊鋪頭啊靚啊，我也有啲馬吞啊快啊雪其實靚，兩個秋天在家春天即是3年，十郎我有歸家嘅書信啊，你又問到書啊信啊，盼啊落啊，紅啊冇紅眼，哎呀我那隻個字我聽入那個聲，哎呀，原來佢最心存薄幸，要育有3年，你如何度活啊？嗰日話聽我也話聽佢我單一直我影圖，哎呀，那樣我俾下紅啊物，啲嘢成真係我呀物，啲人聽人聽媽媽入院聲。慢來你入不成聲，我就問不成話，你是何方人嘅事啊？我原是莫陽花葉茶華，堂上不見晒區香我食葉，我香傾你細堆長安那十郎又是何方之人啊？佢乃決，我也作那是龍，差
thôi thì thôi mà tại gia phu não nó sẽ原來佢獨佔鰲頭台結歸來頭嘅住在哪裏呀？佢哋呀，太為苦痛你嘛來，即話面認佢晒呀，話呀，話驚呢市場我太條龍勢相隔3天里，當日抌冷就相識所謂友情真係能相會太尉府與成業坊相隔只不過一條街，如何不來相見即就是無情對面不相逢貼同無拖車那我自即話報應於那個嘢貧苦變性更怕對詞冇半我並合又向你不問我十兩副心寒怎麼樣我厭一耳塊摸